喺2025年嘅5月27日，今日真係非常開心啊！因為我終於能夠人生第一次前往柏林。咁今次咧，我就將會喺英國伯明翰嗰度咧，就會喺伯明翰機場搭呢個 Ryanair 去呢個柏林嘅。終於人生嚟到柏林啦！咁但係個感覺有一次打大佬，因為剛才咧以為係嗰個月台啦，咁但係柏林嘅人其實好簡單嚟講，佢哋好多人都係唔識英文，呢個好正常嘅。咁所以呢期我努力好好德文啦。又係去到最重要嘅環節啦。咁咧，依家 check 到啦。哇！呢間酒店都好正喎。今次入住嘅呢一間酒店就係喺德國柏林嘅亞歷山大商場嘅一間酒店。咁喺一出火車嘅時候咧，其實見到嘅目的地都係非常之近嘅，因為一出地鐵站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一棟好高嘅 building， 而呢一座就係 Park Inn 啦。咁當我翻到去酒店房間打開門嘅時候咧，其實我亦都覺得係非常震撼嘅。雖然咧房間雖小，但係五臟俱全嘅。咁打開窗嘅時候望下夜景咧，都係相當之靚。咁喺咁難得嘅一個晚上裏面咧，咁當然我自己都唔執輸啦。咁即刻咧，大約落翻去下邊嘅餐廳嗰度食翻一餐。咁我最後揀呢一間餐廳裏面咧，其實係一間酒吧嚟嘅。雖然全部都係德文，但係咧最後見到有一幅相片裏邊咧，我都二話不說啦，因為實在太肚餓，終於揀咗一碟好似係德國腸仔嚟俾自己品嚐一下。Thank you。咁依家咧就翻埋去我自己嘅座位啦。呢一間餐廳真係非常之有 feel， 係一間德國咧柏林裏面好出名嘅一間豬手店。咁如果平時12點嚟嘅話咧，係非常之人山人海嘅。咁因為今日我晏咗嚟啦，咁所以就冇咁多人。終於食到德國嘅鹹豬手啦！因為呢度冇信號咧，所以我全部都係一鏡過。咁呢度咧係柏林，咁柏林嘅鹹豬手咧大部分都係水煮嘅，而慕尼黑嘅豬手咧就係炸嘅。咁所以聽日咧就希望可以食埋另一種豬手啦。哇！初以為水煮豬手咧係冇味嘅，但係好多人都話咧水煮豬手係非常之好食。好開心啊！終於食到啦，所以呢一餐一定要好好品嚐。依家就第一次搭呢個德國嘅巴士咧，就準備出發去呢一個柏林圍牆。咁陣間就可以睇到以前嘅2次世界大戰嘅一啲嘅戰爭嘅禍害。柏林圍牆係我今次喺柏林裏面最想留下腳印嘅地方。柏林對於我嚟講係一件融合歷史、尊重民主價值同埋環境可持續性嘅建築融合之體。喜出望外嘅德國首都柏林喺我歐洲排行榜上邊非常前面。佢冇古色古香嘅建築，可能因為喺建築嘅時候已經拆毀，
建築物簡單清新，喺歐洲近代史裏面扮演住重要角色，以及後嚟多元文化嘅進駐，成就咗柏林人對義嘅文化。喺我望住柏林圍牆嗰一刻裏面，我發覺喺賞識嗰方面根本唔需要諗太多，甚至唔需要睇得太多，甚至更加唔需要用專門嘅名詞去解說。你站喺前面就能夠感受到佢所表達嘅意義，更加確實啲咁講，更加近陣可以表達出嗰種情緒，達成情感嘅共鳴。喺今日裏邊呢，我行咗柏林圍牆都只係幾個鐘頭，都時唔時感到咗段段嘅柏林圍牆嘅滾到骨痹。難以想像喺30年前，一邊可能夜夜笙歌，擁抱住西方民主嘅價值，另一邊東德嘅人卻過住一啲被跟蹤、被監視嘅生活。30年嚟，大家收到嘅資訊都唔太一樣，可能就係冷戰戰爭嘅醜陋嘅著面。隨住柏林圍牆倒下嘅反思，究竟喺文化經濟上面，東北西德嘅人，佢哋又會點樣去解決呢？喺我臨走嘅一刻裏面，望住白色嘅牆，如果係我，又會寫啲乜嘢呢？嚟到第3日，猶太人由細到大都聽聞住佢哋係非常聰明嘅一個族群，但係偏偏喺第2次世界大戰嘅期間遭到大屠殺。對人類嚟講，記憶究竟係意味住啲乜嘢呢？記憶係支撐住人活下去嘅重要力量，定係僅僅帶俾我哋人類一點點嘅虛幻嘅希望與安慰？尤其係針對經歷過大屠殺嘅人類嚟講，無論作為受害者嘅猶太人，定係加害者嘅德國人，究竟點樣保存去捍衛呢一份記憶？記憶帶來嘅係解放，定係恥辱，定係加倍痛苦啦？喺呢個地方裏面，我深深感受到，就算你唔需要揾一啲嘅代名詞，你站喺前面都會感受到佢嘅意義。咁之後呢，我就去咗一個柏林呢比較荒山野嶺嘅地方。咁雖然呢經歷咗幾番唔同嘅波折啦，咁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呢，曾經玩過一隻 games 呢叫做 OMSI 啦。咁就知道原來柏林呢有一款比較舊嘅巴士。咁我竟然冇諗過今次咧喺柏林咧係可以搭到呢一架巴士嘅，咁亦都非常之幸運啦。因為我上網見過咧，啲人講話唔係每一日咧都會出呢一架嘅退役巴士嘅。咁咧，我喺呢一日途中裏面咧，咁都好開心啦，因為聽到呢一款巴士嘅引擎嘅聲音，覺得好澎湃。從來亦都冇諗過，竟然仲有機會可以坐到呢一款比較舊嘅巴士嘅。因為喺香港咧，即係唔好話係絕無僅有啦，其實根本上係冇呢個機會嘅。咁其實有時問深一層，咁其實香港究竟可唔可以再將一啲嘅退役巴士裏面可以再服務多啲唔同嘅人呢？俾多啲人去認識更加多香港嘅歷史。咁喺最後啦，亦都非常之多謝呢一位嘅司機哥哥啦。咁佢哋都好好，雖然大家雞同鴨講，但係最後大家都竟然係可以做到 friend 嘅。Yes, thank you. Bye bye, see you. Bye bye.
咁玩完呢個巴士之旅之後咧，其實翻到市區都已經差唔多傍晚7、8點㗎啦。咁咧，我覺得人生去到任何一個地方咧，都一定會試佢哋嘅麥當勞嘅。唔知大家係咪都係一樣啦？咁但係德國嘅麥當勞咧，俾我有啲喜出望外嘅。雖然喺呢個嘅麥當勞裏面咧，感覺個風景都係幾優美啦，同埋一條嘅始終都係一個旅行區。咁喺度食住個漢堡包，點入杯朱古力奶昔都覺得幾超嘅。咁之後夜晚都有一個係比較唔需要收費嘅一個嘅旅遊景點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世界各地嘅遊客都會喺度打卡嘅。本身咧，其實我諗住呢一條片咧係擺喺最尾嘅彩蛋嘅，因為咧感覺上呢個跳蚤市場應該都會好多人會中意去。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係一個好中意去開夜市啊，同埋去跳蚤市場嘅人嘅，因為我永遠都覺得咧喺一個城市入邊咧，呢啲係絕對必須，亦都係好好反映到呢活生生呢個社會嘅一啲嘅城市嘅魔力嘅。因為你只要跳蚤市場啦，同埋係一啲嘅夜市，先能夠好近去接觸到當地社區嘅人群咯。咁喺德國嘅呢個 Estante Plaza 咧裏邊嘅跳蚤市場啦，咁其實主要都係集中喺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咁我喺星期五嘅時候啦，就啱啱一落到街就見到係非常之熱鬧嘅。咁特別係星期六裏面咯，咁佢呢度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機動遊戲啦，有啲例如旋轉木馬啊、盪千秋咁樣嘅一啲嘅遊戲喺度玩嘅。咁但係另一邊裏面咧，亦都會有一啲嘅食物唔同嘅攤位啦，例如有啲嘅德國嘅好特別嘅佢哋地道嘅廚師腸啦，又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德國嘅炒飯咁樣，亦都係非常之多嘅。咁最令我覺得咧喜出望外係有好多嘅一啲嘅 food court 喺度嘅。咁咧之後咧又係去食豬手啦。咁喺上回咧亦都講到就係柏林同埋慕尼黑嘅豬手咧係會有唔同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嚟到呢一間餐廳咧，雖然係一間比較簡單啲嘅餐廳，冇上次嗰間咁古色古香，但係我覺得佢呢個湯咧係非常之好飲嘅。咁同埋慕尼黑嘅豬手咧，因為係炸嘅成分居多啦，咁所以我覺得係相當之 heavy。因為實在太過大份啦，咁所以其實我根本冇可能食得晒，亦都即係唔能夠問佢點樣去攞呢個外賣盒啦咁樣，因為始終路程都非常之多啊。之後佢嘅中途站，咁所以最後真係好遺憾係食剩咗嘅。但係呢個慕尼黑嘅豬手真係非常之好食。咁食完一餐非常之豐富嘅午餐之後啦，咁就去咗一個柏林非常之著名嘅景點，就係猶太人博物館。咁喺門面一入去嘅時候咧，就已經 feel 到佢好寂靜而強而有力咁樣穿透咗人類嘅心，就好似彷彿將博物館嘅壓抑嘅感覺排山倒海而嚟。咁喺博物館入邊咧，其中一個景點咧，喺地面上係散佈咗超過1萬個厚3公分、大小不一嘅金屬臉孔。但係當我每次踩到呢啲嘅金屬一張張擘大個嘴嘅面孔嘅時候咧，金屬嘅碰撞聲迴響，就喺整個建築裏面，彷彿係當年猶太人被迫害時嘅痛苦同埋吶喊。喺呢座博物館入邊嘅感覺咧，我覺得佢非常之巨大，唔單止係在於佢嘅量體，更加作為住佢呢份嘅博物館裏邊，同埋我深深睇到佢哋入邊嘅文字。好似同時肩負住咗同埋傳遞同埋交流猶太歷史文化嘅含義，將呢份遺忘咗嘅歷史重新顯彰出嚟。喺當我遊走住呢個博物館裏面嘅時候咧，其實我望住呢度入邊嘅文字裏面，我覺得其實根本上唔需要睇入邊建築物一啲嘅傳遞嘅信息啦，亦都唔需要去諗太多嘅嘢，更加唔需要去揾一啲專門嘅一啲嘅 terms 嘅代名詞，因為你喺佢哋嘅前面嘅時候，你已經衷心感受到佢所表達嘅意義。
更加可以確實啲嘅咁講，其實已經係感受到佢當中所表達嘅情緒同埋以往嘅歷史，而達到當中感情嘅共鳴。咁喺我遊走住整個博物館嘅時候啦，其實我不得不佩服咧係德國人嘅勇氣嘅。雖然呢一種係二次大戰嘅時候係喪盡天良，但係佢哋依然喺呢座博物館裏邊係衷心感受到佢哋赤裸裸嘅反思。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我喺柏林裏邊啊最後嘅一個景點嚟嘅。有時候咧有句説話咧叫做這麼近那麼遠，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呢句説話啦？咁但係我偏偏就信咗嘅，因為咧其實初我想揾呢間 ice bar 嘅時候咧，我以為係好遠嘅，因為始終人生路不熟啦，第一日嘅時候就唔敢去得太多嘅地方，因為始終都會驚。咁但係當我去熟咗之後咧，我再睇翻 Google Map，原來呢一間嘅 ice bar 咧就係喺我酒店嘅附近。咁點解我會咁想嚟呢間 ice bar 咧？就係因為呢間酒吧裏面咧，其實係同平時去開嘅酒吧咧係完全唔同嘅。咁雖然一入到去咧，因為大家都講德文啊，都係雞同鴨講，咁只能夠嗌咗杯簡單嘅 fruit punch。咁呢一間酒吧咧，最引人入勝嘅地方咧，咁其實就係佢哋背後嘅地方嚟嘅。咁當然啦，係要加錢進入啦。咁喺等位嘅時候咧，咁佢哋係播緊一啲嘅海盜王嘅一套電影裏面。咁播完之後咧，大家睇咗佢哋嘅宣傳嘅廣告片咧，咁就會正式帶你入去一個佢哋呢間酒吧最神奇嘅地方。咁究竟喺邊啊？咁我即將會開估啦。咁你入到去嘅時候咧，發覺咧，其實大家嘅衣着都會唔同咗。咁喺當我喺柏林嘅時候咧，其實個氣温係接近30幾度嘅，非常之熱。因為喺歐洲咧，其實有好多地方咧，其實都係冇乜冷氣啦，咁所以好多人都會着住啲低胸嘅背心咁樣。咁但係去呢個地方咧，你會感受到係非常之凍。咁當中我聽個 staff 講咧，其實係接近差唔多零下40幾度，咁所以不得不着羽絨啊，同埋着一啲嘅冰鞋嘅。咁特別係你一定要戴手套。而家我等緊咧係非常之凍，凍到我塊面都就快僵啦。咁當咧正式入到佢哋後門嘅 ice bar 之後啦，咁職員咧就會俾2張嘅 coupon 俾你㗎。咁你哋可以選擇咧係換佢哋嘅啤酒啦，或者係換佢哋嘅 cocktail 㗎。咁咧喺佢哋嘅雪櫃嘅酒吧櫃當中咧，咁佢哋係預先咧係製造咗一啲好冰凍嘅杯，因為經過咧佢哋喺個雪櫃裏面咧係全部咧都係攞出嚟嘅。咁而我手揸住呢個杯嘅時候咧，真係一定要講，你一定要戴手套。如果你唔戴手套嘅話咧，一定係冇可能揸到個杯，一定會閃手嘅。咁喺當中裏面咧，亦都識咗啲唔同嘅遊客裏面咧，都表示係非常之振奮嘅，因為冇諗過係有一個咁樣嘅地方。